喺香港買物業嘅時候，究竟應該用公司名去買定係用人名去買？梗係用公司名啦。26,000同75萬嘅差異，你會點樣去到同你嘅買家去溝通個價錢呢？如果我哋買咗一層物業，跟住我哋出租，賺咗租金收入咧，用人名買咧，我哋就需要申報呢一個嘅物業稅㗎。物業稅嚟講咧，可以扣除嘅開支咧，就只係差餉嗰個部分。記住地租咧係冇得扣嘅喎，連管理費咧你都係冇得去到扣除。然之後只有一個20%嘅法定免稅額可以去到扣嘅啫。如果你符合資格咧，先至有機會咧可以將你嘅供樓利息咧去到扣除。如果我哋用公司名去購買咧，可以扣除嘅支出，除咗我哋成立公司嗰萬零蚊之外啊，仲有就係每年嘅按揭利息啦、管理費啦、差餉地租啦、維修等等都可以扣。我哋去到賣出一個物業嘅時候，對方要俾印花稅。如果呢一層係一層2000萬嘅物業，用人名去持有咧，係要俾3.75%，即係總共係75萬嘅印花稅。調翻轉，如果我係用公司名去持有呢一個物業，然之後我將呢一個物業賣俾人嘅時候咧，對方要俾0.13個百分點嘅印花稅，即係26,000蚊啫。26,000同75萬嘅差異，你會點樣去到同你嘅買家去溝通個價錢呢？